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国造的惠良潜水艇有军事备最近翕到这惠良龟只，而且头前还有2支的鱼雷管。台南地检署侦办公电备案2起敲台盐力量公司等30个所在，第三透早城仔前董事长但客户等5个人。美国白东路标出大肠杆菌感染的实事件，总共有10个州传出病例，目前49人感染，10个人送病院治疗，1个人死亡。讲到这中科院和良德造船合作的惠良潜水艇等的测试，就军事迷最近翕到这惠良龟只出现相片，会当看到这头前呢是有2支的鱼雷管。专家表示讲，惠良会当讲是缩小版本的潜水艦，会当整合无同的系统来测试，发挥上界大的效果。未来呢也会直接刷到大型的潜水艦。船身是白红色的，载具浮出水面，外形敢像小型的舰舰。这是中科院甲良德造船合手打造的惠良水下无人载具。今年9月头一摆海试，方看到情形。最近搁再有军事迷看到惠良，为了头前的2具鱼雷管也看得真清楚。它的设计是要建立一个水下的一个测试载台，那么可以搭载各式的设备，包括声呐，还有就是鱼雷以及鱼雷管。那如果说整合顺利成熟之后，它就可能会移植到正规的潜舰上去使用，如此可以有效的就是降低研发过程的风险以及成本，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专家认为惠良顶是缩小版的舰舰，会用整合无同系统，发挥更加大的效果。未来直接移植到大型的舰舰。根据了解，惠良水下无人测试载具的未来规划甲用途，虽然伊属有测试的平台，会用验证多项科学研究的计划，毋是一只只能搭载武器的无人作战舰艇。不过，研发的成果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该有可能运用的所在。我们的重点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各式各样的水中温载具、水面温载具，但是经过大量的航行验证，然后跟友军做相关的通联或协调，这个比较重要。进前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是证实，中科院水下无人遥控载具的研发计划是国内新创合作研究，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军民通用关键技术、土地海洋资源的运用，不是为特定军事用途来发展。国防部是乐观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进前发动联合来舰2024美军演，昨暗中共的辽宁号航南编队呢，搁在对这东沙附近的海峡往北来经过着台湾海峡。那准这中共呢，透过着铺设地带战术和帮助战略要来封锁台湾，咱会当安怎来做呢？国防部长郭立平就表示，那准备封锁照国际法规，是爱禁止所有机舰进入到这个区域，这等于是一个战争的行为咯。全球的经济百面会受到影响，国际社会是无可能激点的。他现在正在通过台湾海峡，沿着中线以西到北驶。而且将爱中共辽宁号航南编队动态，国防部也公布2日规日，正向15架次强机6架次强南交台，中共也伫23透早9点，佮发射长征2号运载火箭飞行路线，经过咱国防空设备区西南部，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并对中共继续武吓。外界关注，那中国透过铺设地带战术，甲帮助战略实施封锁台湾，咱要安怎应用？禁止所有的这个基建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已经是视同一个战争的行为。经过台湾海峡海上运输的这个产值，大概约占全球运输产值的1/5啊，要达到2.45兆美金呢，国际也不可能坐视不管。郭立平强调，中共若封控台海，都是战争行为，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国际社会无可能接受国军也会以相关规划正伫应急作战阶段。中央留意关心，面临战争封锁威胁的时，国内的能源燃料存量甲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这个3个天然气接收站能够顺利的完成的话，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大概到达14天以上没有问题。真的是在非常极端的状况下，有一些已经除役的煤的电厂可能会变成一些国安专用的紧急备用的那个机组，把原本到做的部分本来可能比较不是在这方面生产，我们转做杂粮部分。根据农业部报告，咱国战争时期的粮食计划，包括储备库存未当加过3个月存量，佫会导致当地复经，甲优先种旱季大豆甲短期菜蔬，那农民无法度出海，也会扩大外用比等，是10是成水产。强化这整个韧性上面，后勤韧性，我们的确准备了
除了干粮之外的一些便利包或者是即食品，可以方便这个官兵随时可以使用。那本土爱准备，国防部也会调整瓜地做军粮，除了将原本救灾物资的加热食餐阿爸转做战备物资，也传出外岛丰富的白米罐头加烤牛军粮，也会提升到会当互官兵食100字以上。那防封锁也规划用空投等方式执行运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有一个17岁少年囡仔，伊顶日伊赛车呢，伫咧路口时阵无小让，撞到3个母仔囝。这3岁大汉查某囝，互车链缀掉的，也那1岁查某婴仔是飞出去，头壳弄到涂骹。想袂到这款无照驾驶的少年人，偷赛车情形是遐严重。尽管基金会就表示讲，着爱加重处罚的力头，修法增定刑责。若准囡仔违法，家长也爱连带食罪。妈妈手牵大汉查某囝，细汉查某囝用爱，母仔囝驶人过大路，西湾的汽车无停落来，当场就甲弄落去。救护车紧来，老母一度唔知人，1岁囡仔头壳撞到涂骹，3岁大汉查某囝跌伫脸骹。3岁的女童，大腿的部分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及头部一处擦伤。那1岁女童的部分，因为有撞到地面，造成头部的红肿淤血。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埔卫生所头前，2日下晡4点外，警方调查，这4号开车的人唔拿路口无停互人过，伊个是无驾照开车，而且只有17岁。肇事家属已至本分局说明，本分局已针对肇事者无照驾驶、未礼让行人等交通违规开罚，并对车主将车辆借给未成年使用开罚。为什么要偷车？台北市东湖才发生15岁少年偷开车，造成3死2伤的事件。桃园市中立也有15岁少年开车伫地下停车场乱开，最后家己弄到条仔受伤。加上这摆案件，未成年无驾照开车，伫短短1礼拜内就出现3残。只有罚款的话，对于一个儿少来说，他是不会学习到或者是受到相关的一个教育，也应该要加强这个所谓的连坐对象所应该要付出的代价跟责任。依照国内规定，抓到无照驾驶无造成死伤，这种只有行政法。对象若是未成年，父母敢互你嘛去上道安的讲习。不过，尽管基金会建议修法要暂定刑法，强化这个辅导交替的机制，增加连坐的处罚，互家长爱有所警觉，有效来监督甲教育。专家也分析，道安也有开车这观念要提前来教育。我们的交通教育来讲，在中小学那个区块，大家都是强调在执法，还有就是说如何取缔。我们知道有无照驾驶的学生的话，会有警察机关通报学校，然后由社会单位跟学校单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导。安怎杜绝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乱象？对家庭教育、法令的层面、交通知识教导，伫发生重大的事故了后，即阵拢互一一提出来检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和教育部推动囡仔的啉牛奶的政策，对教育推动较大，也受一寡学校较大间是找无厂商送货，或者是需要老师学生去搬牛奶，这保存相关的问题也互学校真头疼。就教师工会呼吁政府爱改做是牛奶纸票，互民众家己去领，降低对学校影响。各校学生欢喜教育传承来领牛奶，中央自9月起推行班班有牛奶，不过政策上路特别2个月有高雄民代接到申请，部分学校连一罐拢订不到。学生人数都是上千人以上，教育部又规定1个礼拜必须要有2天喝鲜奶，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那个数字实际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是订不到任何鲜奶，甚至连保酒乳我们都订不到。老师反映，学生数超过1000个学校，因为订购量大，找不到厂商经费。另外，学校爱先付款了后才请款，对经费不足的学校也真吃力。订会到的学校赶快拄到难题。这个就是造成学校目前的困扰，因为第一个你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他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就没有办法上课，要搬运啊，要发送，要喝，基本上他就是要浪费1节课的时间。教师工会表示，因为利润低，部分业者为了省成本，会一摆将1礼拜牛奶还是1个月无救年送来。安怎存放都真做学校的难题，认为政府应该改发牛奶券，让学生家己去合作通路领，也不过学生甲家长对牛奶券也反应无同。应该是送到教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领取的时候是很方便，因为现在便利商店那么多，新鲜度来讲，应该是比较合乎政府给我们的那个美意。
高雄市教育局回应，会继续将学校意见反映给中央。教师甲家长表示，认同无良政策对学生甲农行业利益良善，也毋过希望政府事先做好配套，而毋是执行了后拄着问题才来补救。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淡薄季风加上台北风台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沿暗开始呢，到拜五北部恒春半岛拢会落大雨，愈晚雨落愈大。气象署也表示，讲明仔载是天气上界无稳定的时阵，目前已经启动大规模大雨作业。那宜兰龟山岛因为安全考虑，明仔载开始到2月呢是封岛2天。另外，今仔早起台东已经起风啊，甲这避南溪的沙坡，这沙呢是吹起来吹到市区过迎蓬。这营业有礼拜的指数也超过标准，绿岛南树的客轮也因为风影伤过大，无驶啊。风真头加比南溪河边的幼山，口车入去台东市，市区规片敢若起雾共款。外口的车规台拢调起咱的幼山，民众赶紧伫门口压水，以免风沙吹入来。灰尘太多了哦，都飞进去里面了，所以就。23早起，气象署观测台东有9级到11级的强阵风，有顶一个渗透风台大雨。加官府伫避南溪河床的河风沙水覆坎工程冲歹去，现在沙河风吹到四界夜飞，连全国地区四界拢是风飞沙。环保局监测台东市的用电指数超过标准值，有时赶紧派车去龟仔路压水，也赶紧来修复这个避南溪河床水覆坎工程。预计呢，我们会在2周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复原原本的水覆盖的工程。东部外海风影也真强，绿岛已经起风啊，而且风真透，停伫路边的机车拢吹倒去，离岛客轮已经先停航，渔民也无多出海作业。即马这风头就是咧东北季风吼，即马这9月到降风啊，拢风盖头。虽然潭碧风台直接来台湾的机会低，也毋过北风半径会达到280公里，范围是真宽。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23到25较方面的所在，雨会愈落愈大。迎风面的双北以及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雨势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宜兰山区，今天雨势会越来越大，到了晚间很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这波剧烈天气，离时是上界无稳定，也是强风效应，这条件上好的时阵，气象署已经启动较大规模大水雨的作业，并且提醒东半部防大水雨，西部是爱防范强风。另外，菲律宾东方海边也有一个热带系统在发展，上近拜5可能发展正水风台空雷，对台湾影响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七贤一路有一栋旅馆的10楼呢，透早就火烧，住伫遐旅客是闻到这好熏味，看到乌烟赶紧逃生，也有人呢爬到窗仔外的这个冷气顶头喊救人。这场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送病院。原来这个死者已经住伫这间旅馆要到3个月时间咯，火是对伊的房间冲出来，目前阁爱调查这导火原因。房客坐伫冷气护外机顶悬等人救，乌烟对窗仔走出来，场面危急。23透早6点25分左右，这间伫高雄七贤一路的商务旅馆发生火灾，旅客看到乌烟赶紧落楼。We don't know what it happened. I don't know because we smelled also a lot of smoke. 闻到味道，我们就走下来了，就看到那个走廊很多烟。起火点是10楼1103号房的门床甲杂物，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到场上楼拍火，并搜救受困的民众。除了坐伫护外机顶悬的2个人，佮发现对8月就住伫遮1103号房的房客，疑似起火了后逃往1105号房倒地昏迷，送医了后宣告不治。他在1105的房间已经欧卡，那我们也是迅速把他尽速送下楼，马上尽速送医。然后额外还有另外一名是现场的员工。大概初期有做灭火动作，做灭火动作可能灭火完到了柜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感觉身体有点不适。火势大约半点钟来灭掉，疑似起火点的房间窗仔外乌麻麻。这个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有风险送病院。逃出旅馆的房客摸到毯仔坐伫户外，心情惊吓。没有，他就说会电话通知，后续怎么补偿这样。旅馆业者并无到场，到柜台人员协助房客办退房顶作业。消防局表示，旅馆8月才通过消防安检，到底详细起火原因是安怎，有待火调人员厘清。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
台中有一个姓柯的民众和伊的女朋友进前去一间卖斯基亚基的餐厅食饭，计当工了后，因拢身体无爽快，就医了后检出着沙门氏菌。女朋友搁住院8天，民众就质疑讲这鸡卵有问题，要求赔偿。店家敢若互因慰问金，连送互因的苹果礼盒内面也是烂。台中市食安处检验了后，我都认定这2个人食物件是不中毒，和这是骗是有因果关系。不过当事人却表示讲，若阵协商失败，因就会烧过。诊断证明顶面写患者因为感染性的落痧，排便检出沙门氏的杆菌。台中一个柯先生女朋友最近来这间斯基亚去食饭，了后身体无爽快，怀疑是店内所提供的菜料鸡卵有问题。肉类，然后还有他们请我们沾生鸡蛋当他们的酱料。柯先生讲，8月29因来西屯这间斯基亚去店食饭，嘛照店家的建议，甲青鸡卵当作饮料，结果双人第2天吐骨流。9月初，2个人都去就医，女朋友搁住院8天。店家来慰问的时阵，送因烂起苹果，互因无法度接受，除了要求赔偿，嘛通报台中市食安处。检验的结果，既有1件人体检体检出沙门氏杆菌阳性，食品及环境的检验结果均为阴性。他所提供的诊断证明里面是9月1号去就诊，那中间真的都没有吃别人的东西吗？整个内容里面都还没有办法证实，我们是造责，绝对的造责。食安处9月初日来稽查，发现冰箱压缩机无清气，甲冰箱的菜料无冚起来，才会缺失，照违反食安法，命令业者爱改善。9月初5复查及格，对着环境甲食品拢有采验，确定伫个豆素人的身躯顶验出沙门氏菌，但佫无法度认定和食物中毒还是菜料有关系。业者嘛透过声明强调，菜料并无问题。有医生建议讲，鸡卵嘛是爱尽量煮好熟才搁食。切记在敲打完蛋壳以后，接触到蛋壳的手一定要彻底清洁，而避免沙门氏菌的感染。医生表示讲，胃的黏膜功能无好的患者，若是受到沙门氏菌感染，可会引起吐闹症，甚至引起败血症才镜头。虽然每一人对着食青鸡卵忍受度无同。要过若是煮熟了后再搁食，若是搁较安全，嘛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麦当劳逼出大肠杆菌感染的食安事件，总共有10个州传出病例，目前有49个人感染，其中10个人送病院治疗，1个人死亡。真有可能是这牛肉、汉堡夹内面的葱头或者是假肉出问题。那咱台湾的麦当劳也发出声明，讲台湾的原料和美国是无同款的产地，请消费者唔免烦恼。这样4盎司的牛肉堡，哪像是造成美国麦当娜伫10州发生的食安事件的凶手？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第2日公布美国麦当娜4盎司牛肉堡引起大肠杆菌感染的事件调查报告。目前知影这件事件通报时间按9月27开始到10月11。感染住院的10个人内底有1个人死亡，1个囡仔出现伤着腰子的阳痿性尿毒症候群。这个食安事件发生到当影响10个州，包括 CDC、美国农业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介入调查。FDA 的官方网站有公开造成这件食安事件的牛肉堡的相片，传出便利的麦当娜店家，最主要是集中伫画面顶头空色的科罗拉多甲深绿的内布拉斯加顶3个州。另外，卫生单位的人采样分析验出大肠杆菌 O157H7型。感染的菜料哪像是切片的葱头，还是牛肉饵饼？目前传出便利的麦当娜店家已经暂时停卖这款的汉堡，嘛无得用这2款的菜料。那其他的州是无受到影响。这摆事件有验出大肠杆菌的菌株，会致使腹肚绞痛、吐闹、发烧，若是严重的出现处肺性的落痧，还有腰子坎起等症头。受到通膨的影响。麦当娜伫第2季全球的销量4年来头一摆落册，这摆事件恐惊予伊的营运更较凄惨。CDC 调查报告出来了，麦当娜的股票即时落册9%。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
台积电和外国媒体点名讲因有替中国华为做一种高阶处理器，将有可能是这台积电代工的，而且佫是使用7纳米先进制程，将有可能违反到美国管制高阶晶片出口中国规定。台积电也随发出声明来驳回，强调2020年9月中落无出货给华为，也主动通报这美国商务部，强调因也毋是在做调查对象。我想，我们跟一般来讲都是要尊重这些规范嘛，哈，我们会跟这个业者充分沟通。华为确实有可能透过第三方下单给台积电，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台积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代工了这个晶片。事实上，要做到封锁这件事其实非常困难，去调查实际的出货状况。那最终目标就是要满足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要求。半导体研究机构最近甲华为一种高阶处理器生成 910B 拆开，发现这内面晶片制程就可能是台积电的7纳米先进制程。不过专家指出讲，台积电7纳米制程自2019年开始量产，中国政府有可能在美国政府扩大制裁华为进前呢，就囤台积电的晶片咯。美国的商务部也发出声明，讲看到这相关的报道，那针对到可能违法的部分，目前是无对外说明，敢有伫咧调查。讲到这金砖国家峰会，日伫咧罗西亚举行，包括着中国、印度和伊朗等有36个国家参加。这也是对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普廷主办规模上界大外交活动。外界拢认为讲，普廷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讲，西方国家对因的制裁是完全无效的。另外，这个峰会也会提案设立新的支付系统，让罗西亚会当闪开西方的金融制裁。甲来访的各国领导人以哀求表示欢迎，和西方国家拜托，甚至和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可能正犯的罗西亚总统普廷，以地主的身份迎接36个领袖前来喀山参加金砖峰会。伊真无闲的甲几位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其中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是今年第3摆会面。世界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Мы намерены и далее наращив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а. 分析指出，普廷有意就主办金砖峰会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甲孤立，也毋过俄战争什么时阵会当结束，佫较是各国领袖关注的焦点。रूस और यूक्रेन के बीच चल रहे संघर्ष के विषय पर हम लगातार संपर्क में रहे हैं। जैसा मैंने पहले भी कहा है, हमारा मानना है कि समस्याओं का समाधान शांतिपूर्ण तरीके से ही होना चाहिए। 印度总理莫迪捌伫7八会分别造访罗俄两国，扮演化解冲突的公亲。也毋过，伊一方面答应向基辅提供人道支持，却也避免明确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动，目前成果有限。金砖峰会15年前头一摆举办，当初成员国只有巴西、罗西亚、印度甲中国4国，后来南非、埃及、伊索比亚、伊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陆续加入，秘书正做对抗西方的力量。The role of the BRICS is to try to bring order to a world which is in enormous change. For the last 200 years, the planet has been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This is a body which brings together all those nations who want such an order, but based on the interest of the global South. 这摆峰会议程会讨论设立由金砖国主导的支付系统，会当和罗西亚回避西方所谓的金融制裁。另外，一直升级的中东情势也是焦点之一。在峰会登场的同时，罗西亚国防部公布一段亚尔斯机动飞弹发射器操练影片，这项武器会当发射几啊粒核弹头，射程达到11000公里，会当打击美国本土，是罗西亚战略核武力量的一部分。外界解读，如果这个时阵调讲低武器，甲西方竞争的意思真高。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译。Z世代有真侪盲症，即马阁有大学推出着盲症的学位。宜兰有一间大学进前开盲症的第一期训练班课程，非常成功。最近佮再推出4年制课程，头一批15个学生9月已经开学啊。不管是无师自通真做赚大钱的盲症，也是当要加入菜鸟的盲症，学习永远袂伤晚，而且也有大学学位会当摕。
It is niche,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s catching fire, and we began to see it as more of a proper, legitimate role, a legitimate job. 爱尔兰的东南科技大学首先开内容创作甲社会媒体4年制学术学位课程，教导想要加做网青的人，安怎将 IG、TikTok 甲 YouTube 平台上的内容转化做收入。They're very insightful about social media, so they're really com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at space already,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see how they could do the work they're doing, but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of it. 这门课程当初是休大期间开设下季速成课程，想要到真受欢迎，原本计划招收30人，杀进350人报名，经过2年，学术学位课程核准设立。My friends have actually been telling me that I talk a lot, so might as well make money out of talking. 学校表示，即马大约有70%的行销人员相信网青就是行销的未来，政府也在利用网青向民众传达信息，这当是即马开拓市场的方式。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台南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日去敲这台盐丽玲公司顶32个所在，抓34人透明精神，23透早城亚前董事长陈启玉等5个人，6个人交保，其他人是请回。也若讲到这羁押庭伫永安开庭。检方大动作搜索台盐甲子公司台盐丽玲，甲34个人带回去。先后针对台盐丽玲的前董事长陈启玉，甲2位高层，也有2位包厢的负责人，拢总5个人向法院来申请羁押。均涉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第3款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及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表示，台盐丽玲的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嫌受依附台盐丽玲的前总经理苏坤宏，将台南7股真济笪台盐的土地，用较悬的价销交予鸿辉甲朝阳这2间公司开发，利用供电案付保费用。透过台盐丽玲公司甲相关的外包业者签约，以违约赔偿的名义，将台盐丽玲的钱赔予外包公司，倒手交予正手，做伙甲钱搬了。相关的手法甲金流，检方拢也搁来调查。公司营运一切正常，本公司已于去年和今年主动将资料移送检调，将配合厘清案情。检方大动作搜索嘛，引起嘉义县府搁再重新来检视台盐丽玲伫咧嘉义义德的虚电共生案场，伫咧2020年得到迄当阵农委会甲县府的丽玲设施使用用允，是全台湾第一个大型的虚电共生案场。不过经过4档刷动也未完工。那目前已经有5区已经有在进行养殖了。那针对第6区 F 区那目前养殖状况比较不佳。那如果后面如果再没有养殖事实，那县府也会针对这第6区来废止它的容许。检方已经将陈启玉等5个人依照涉犯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也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这类罪嫌，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明仔载会针对明年度总预算案，搁再召开调查协商。这调查针对着原住民减发补偿等等预算无共识。行政院主计长陈淑珠今下晡呢，就特别拜会民众党团说明行政院方案。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咧中常会顶头，讲要来动员，也要来号召2000名支持者。明仔载去到立法院外口声援国民党的立委，会结合我们原民朋友。结合医护的朋友，结合我们农民的朋友，明天也会来力挺我们立法院党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中常会顶头公开动员，要号召将近2000个支持者，伫24下晡踮咧青岛东路集合，因为当时阵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要进行再度协商。那也不满行政院无照顶会期的修法，甲原住民减发的补偿金按1公顷3万调到6万。虽然行政院长梁波伫总预算编列4万，也毋过伫咧原住民基金编2万，调查也无共识。因为在野党也认为农粮的收购根本的点答预算嘛无编足，阮梁波为了化解场面，主计总处主计长陈淑珠伫23来民众党团拜会说明行政院的方案，尽量大家互相了解啦。因为刚才那个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他是在里面算是有动怒了一下。没有，还好。如果南辕北辙的沟通啊，当然就会有一点生气的哈。公粮收购这个部分啊，农业部
他自己还没有提出一个解决之道。至于健保点数的问题啊，他们也有所承诺，可是最后还是要等到政党协商才算数。我们不希望原民朋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为了26亿的原民进法补偿金，挡下3兆全民的预算，这样真的不符比例原则。请让总预算交付审查在内政委员会的场域，关心原民的立委们可以在内政委员会针对原民会的预算提出指教。民进党立委呼吁南北立委要赶紧进行审查总预算，唔通阁操作政治对立，也阁伫南立北拢有坚持的状况之下，拜谢调野协商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对2016年开始改做一礼拜内有1天的例假、1天的休困日了后，甲这7天的国定假日取消。早起立法院开公听会，劳工团体也指出讲，台湾劳工的总工时伫咧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的国家内面是上介悬的。因也呼吁政府应该要甲这7天的国定假日幸福劳工。不过内政部是表示，社会爱先有共识，大家再来讨论。立法院伫拜三召开公听会，讨论是毋是爱增加国定假日。就劳工团体指出，当初伫2016年实施1礼拜休2天的时，政府将周介石生辰、国父生辰兴宪纪念日加强7天的国定假日汰掉，只是纪念无休假。劳工朋友并无反对，不过因嘛认为应该爱讨论新的纪念日，定做国定假日，幸福劳工这7天的假来降低台湾劳工一年的总工时。阮的方向目标是希望使增加国定假日减少咱劳工的工时，看要安怎来增加假日这大家拢会使来做一个讨论。用政府这边会当甲收出来，害阮7天的假，你甲看韩国、甲日本，即卖假佫比咱较多。劳工团体表示，台湾目前敢若12天的国定假日，不过日本、韩国拢有15天，台湾是明显较少的。而且以总工时来看，台湾劳工的工时是所有 OECD 国家当中上悬的。为着要保障劳工的权益，学者建议政府应该要增加国定假日，让台湾的劳工有合理的休困时间。我们的特别休假加上这个国定假日的天数，在世界各国来说是敬陪末座，我们只有19天。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我会比较倾向支持国定假日的天数应该在各方评估之后可以有合理的增加。劳工团体嘛表示，虽然台湾目前有12天的国定假日，不过亲像5一劳动节只有劳工通放假，老师、消防人员才会公务员拢无。伫公听会顶悬有学者、劳工团体拢支持5一劳动节，所有劳动者拢应该斗阵来放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到了即卖的数位时代，咱挺好伫网络顶头听广播、看影片，甚至有电子册、有声册等等。不过，即寡作品煞有盗版集团摕来做无本生意，用俗价转卖予消费者。那立委伫咧接询文化部的时阵，恐目前的处理程序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去买证据来向警方举证。文化部是回应讲，会积极来研究相关的对策。数位时代有真多元的影音创作，出版业嘛做真侪电子化商品，比如电子册、有声册等等。23有立委在质询文化部的时，就指出真侪创作者的心血拢变做盗版集团俗价转卖赚乌心钱的目标。但是目前的对策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买证据向警方举证。有立委就认为这真无合理，嘛批评文化部的态度消极应当改进。文化部基本上可以积极的协助制裁局去认定这个东西，然后制裁局可以再更进一步跟邀请数发部做出数位阻绝的事情，然后刑事警察局的报案当然是同步要进行。明明就有相关手法，可是文化部的态度一直很消极。盗版的网站内底，唔但有前总统蔡英文的有声册，更有知名数位学习平台的课程。盗版卖的介绍含正版比起来，俗要20倍。立委就批评盗版集团做这款无本生意，严重伤害台湾的内容创作产业。文化部是回应讲会积极研究对策。另外，有学者指出，像这寡卖盗版的网站，政府就积极下国协调合作。要证明说你的确著作权已经受到侵害，然后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然后由那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命令或者司法面做了一个相关的措施，要求这一些个，比如说电信公司去
不要去那个解读这个盗版的网址的内容，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做法。也那境内的部分，伊嘛依然含做参考例，因为设立防治盗版的专职行政单位来主动监控杂志盗版。学者表示，这款盗版的手法愈来愈多，希望政府通对各方面积极面对，维护台湾的创作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咱台湾山区的野生动物黄喉麻，根据着这农业部上最新的调查显示，发现讲这黄喉麻呢出现伫咧海拔1600公尺以上的地区，而且也发现讲因的族群呢有愈来愈向这高海拔去的趋势。暗时才出现的动物鸯鸟，真罕的伫历史出现，而且有看到。台湾本土的鸯鸟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大部分的人有听过，也毋过毋捌看过。研究人员伫107年看到翕相机互伊弄倒的画面，有时开始研究。他跑来闻我们的相机，然后把我们相机撞歪。为伫高雄的定基研究中心，对100年开始选定样区来架设红外线自动翕相机。103年头一摆发现伊出现伫1600公尺以上的所在，112年了后，甚至发现伊更加定来出现伫1750公尺以上的样区，显示伊的活动范围可能正伫转移，往更加悬的所在传去这情形，推测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人为的干扰变较大所造成的。人为的干扰一些游荡动物它的一些影响，然后迫使它或者是促使它往我们这些地方移动，因为我们这地方其实几乎没有人烟，它生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害羞。最近10年来，定基研究中心伫1500到1800公尺。规年都有发现鸯鸟的活动，研究团队又讲，鸯鸟毋但是经过，而是已经发展真侪小小族群。研究也发现，台湾鸯鸟无食咖比豆，主要是食虫啊，也会吞草拍虫。翕相机也翕到鸯鸟伫食这些鸟翅，2口就吞下去了，就离开了，可能是比较紧张型的，它就吃了就跑。鸯鸟虽然叫鸟，也毋过毋是鸟，分类属灵鸟科，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关键作用。不过，伊相关生态甲分布模式，依然爱继续研究。研究团队讲，尽管伫定基的样区出现指数算讲悬的，不过伫全台整体数量恐惊也伫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电动车是哪来啦？这也立委指出讲，全国148间大厦加起来，只有217个停车位有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对学生惊讲，伫咧校园内面因会飙车，希望政府赶紧来改善这个问题。赛车地正伫大学校园内底，踅来踅去，就是找无电动车通充电的车位。毋但政大有立委统计，阳明高大、清华、台师大等等大学拢有这款状况。全国148间大专院校，通互电动车充电的停车格加起来只有217家。立委收到真情，希望伫校园内增加电动车停车格甲充电设备，有同学感觉真有利。我觉得可以增设啊，现在很多人就使用电动车，就是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东西，那学校如果有增设的话，学生当然会更方便。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到今年顶半年，国内已经有8.7万台电动小客货车登记。顶半年新领牌的电动车超过19000台。电动车充电需求增加，中央有管理办法规范，但是大专院校的停车场是无规范。中央交通部有规定啊，有这个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是公有2%以上，民营1%以上。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啊回去跟大专院校哈，就是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定一个比例啊。目前哈是大概由各大学它依自己校内的需求跟规划在进行中，那有部分是对外营业，还有部分是没有的，来增加这个充电桩的停车格，那我们一定会带回去跟学校这边宣达。那也希望说，学校应该要适时来调整。但是设充电条继续无俗，有学生建议电路较旧的学校，爱先甲电路整理好势较安全。因若政治大学也算过，设一支充电条成本爱9万左右，来牵涉工程、线路等等，起6支充电条大约爱100万，毋是细条钱学校当咧评估。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国科会有打造一台科普环岛火车，今日开到南台湾。除了 AI 甲地动科学等等的主题车厢以外，伫高雄甲屏东车头的大厅也有科学活动单位，互学生囡仔哪算哪学着科学。还有路由的想都有虚拟实境的科技，大家可以玩玩看。上测完 VR 测完到
吐了3级顾客，所以要小心哦。用无共的网架角色，甲学生囡仔解说 AI 伫咧网架内底代表的技术，这节火车成做一个科学的教室。国科会主办的台湾科普宽道列车，由全台湾19个大专院校、27间高中的学生，家己去设计科学的游戏，也阁有单位，互学生囡仔家己带人来耍，邀请各地学生囡仔做伙坐火车耍科学。主要是爱动手，然后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因解说，互因知影讲哦，变成是看起来无啥的现象，其实后壁拢有科学。这班火车23来到南台湾，高雄市有400个学生囡仔上车做实验，80个车厢拢有无同的主题，对地动的管理到5G 通信安全净化，囡仔拢紧看，真好闲。今年科普宽道列车沿路经过16个园区，毋但是伫咧火车顶，或者是各地火车站，透过一寡趣味的科学单位，互囡仔哪耍哪学无同的科学知识。多了这个列车，让孩子从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可以学习到科技的运用啊，科学的相关知识。源头就是要有好奇心。那我们借由这样活动就启发我们从国小到国中的同学，对于我们自然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能够启发你们要去发现问题。台湾科普宽道列车到达已经办9年啊，国科会利用宽带铁基路打造一班科学专车，希望将科学的种子压到台湾的每一个所在。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新竹县十兴国小伫咧校园内面特别打造出荷兰画家梵谷作品的场景，佮再透过着这广达文教基金会伫咧新竹国小内面培训这小小导览员，为着这活动做导览，训练学生囡仔口才，听起来是真专业。这些妇女们真是太可怜了，要背着这么重的煤炭袋，走那么长的路。囡仔小解大家明白梵谷的作品，认真的表情甲专业的内容，一点拢无输专业的导览员。这些拢是来自新竹县的小学生，透过一学期的学习训练，即马已经是一个小小导览员。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就可以边学，然后又来参观，又可以来听一下别人是怎么来介绍。其中个学生专工打扮成梵谷的模样，实在真趣味。梵谷很喜欢带自画像嘛，很喜欢画自画像，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他的人长得有一点像，然后再搭配我今天的衣服，跟他也是偏蓝色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跟他长得有点像，蛮有自己的特色。有这规划培训课程的文教基金会指出，除了上技术课以外，更训练学生的口才甲大班的态度。透过囡仔的角度来解说梵谷作品，小朋友可以透过老师有系统的引导，了解梵谷的世界之外呢，我们也培养小朋友成为画作的导览员，让小朋友呢，能够言之有物的去介绍一幅画，训练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孩子们会学到一些在人文的东西，学到一些情怀，更多的东西是艺术人文。他们会看到说，原来一个画家他要有这么丰富的内涵，才能够把一幅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身边。这些小小导览员刷落来，佮会巡回新竹县16间的各中国小，用轻松趣味的方式来紹介藝術，也希望透過因的表現，鼓勵更加多囡仔參與藝文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彰化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工藝今年新增加訂立的有新名紙簿保存者郭金忠，也有茶小年變數保存者葉志成，帶觀眾朋友做伙來看因的功夫。一頂一頂功夫有路的新名紙簿是藝師郭金忠的作品，伊除了是彰化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工藝裝筆的保存者，今年閣得到新名紙簿保存者的認證。郭金忠表示，新名簿分做紙簿、銀簿、金簿，甚至有馬口鐵仔做的新名簿。
传统手工制作的新名纸帽，对性价佮有整体的寸尺比例拢特别讲究。传统的纸帽就是较讲究这较下身，吼，就较缩结，吼啊，吼，这个身上看的较完美，吼，对这模型你爱对这个官位，吼，甲这个传统的迄个爱真了解，吼，伊爱研究看真侪古早咱这个古早剧吼，啊，这个内底。看无，甲我戏曲内底一寡看无，你拢爱去看。今年另外一位受认证的是叉烧灰仔编辑的保存者叶志成。烧灰仔是魏书前时代就有的技法，流传千万年的时间路。过去就有灰仔编辑的这门手路，但是已经强迫失传。叶志成为30-40年前开始投入灰仔编辑的创作，嘛过来在推广这项工艺。古早都有这个方式啦，但是不成熟，因为这种物件吼会死会工，无人要做。无人要做了，传承下来真少。我是以阮的老师傅吼，伊的口中甲咱传承讲，伊早有人安尼做，咱才会揣摩，慢慢把它延伸出一个特色出来。目前中华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计共订录有15种28位的保存者，包括传统木雕、瓜丁彩绘、电绘等等。今年有12个文化部核定的传承计划，官府也感谢艺术的推广传承，和传统工艺继续探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旧的机人车头第1月台有起火，这个杂货坪因为损害代替顶礼拜甲拆掉。不过这铁道卖是呼吁代替爱甲物件留落来。代替公司董事长杜碧今仔表示，会勘了后，认为这起火杂货坪虽然无分主身份，不过尊重地方车头的发展过程，决定先原地保留。专家是认为讲这杂货坪有100年历史，建议修复了后，加以活化运用。贵人火车站10月前进行改建，也若旧贵人车站第1月台的雕花杂货坪，伫真爱铁路人奔走之下得到保留。就经过风吹雨淋，拢旧起生线路，伫安全区域下代替原本要伫17拆掉。不过各方关切呼吁代替保留，包含贵人市场谢国良这人拢来现场视察，希望伫安全甲民主中间找到解决的方法。代替23决定这座雕花的杂货坪原地保留。在现场呢，我们觉得。这个雨棚呢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好，虽然它目前它不是一个立件，会勘完毕以后我们就决定这5块的雨棚呢，我们先予以这个先原地保留。贵人车站这座货坪伫1908年完成，是纵贯铁路通车时阵所启用的铁仔做的月台，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月台。甲铁仔做雕花的平架有30公尺长，是以日本时期的螺丝钉锁起来，带有日本式风格的动草纹饰，也被称作日本的门司港站xuất版。10多年来，真侪铁道文化协会成员拢要求保存这个货坪，因为贵人是北台湾的门户，是真侪外国观光客坐邮轮到台湾的第一印象。具有历史价值的铁道文物，能够跟现代化的基隆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具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希望能保留下，因为说真的，如果一拆几乎都没有了，把它保存下来，那是最好的。铁道专家建议代替参考以往所留的影像资料，对生鲜的部分进行修复，并且活化运用。代替是讲除了原地保留，做好防护工作，维护公共安全，周边会做防水的设施，并且配合相关单位活化运用。代替要相关的经费来进行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市这社内社区长期伫咧推广台语文，除了出册，最近伊也开始写书普及，搁再结合乐器来介绍地方丰富多元的人文历史。为了要庆祝这台南400年，社区举办族群歌声成果会，唱出无共时代歌谣。学员去感情头家发表这首家己写书普及的新港乱歌，用新港社甘地书目书等元素，甲夹伫歌书内。成立11年来，台南新市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那出册拼势推广台语文。这回为了庆祝台南400周，社区办新古典，透过无共族群的歌谣表演，要呈现在地丰富的人文历史。阮搁伫幼儿园到目前，全部新市的幼儿园吼，做起一间新的伫遮吼。我嘛是过遐推展在地文化吼，若要传传歌谣呢，是一条上界紧的路。我感觉歌谣呢，确实呢，
会当互真侪即个社区的乡亲，大家来共同参与，嘛永远的记伫个心内。现场表演对希腊雅歌谣，荷兰是歌诗歌，嘛有报歌甲古诗词，互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台语老师陈凤静讲，古诗词用台语吟唱上斗搭，另外嘛特别加入琵琶甲弦仔等乐器来演奏嘉南平原传统歌谣牛犁歌，兼家己做道具。就家己用报纸，用迄个来做即个德米啊，阮家己大家共同来做即个犁头嘛，做甲足成的。弹出去，但是弹咧一定要有结合在地的迄个生活，所以阮今年文化组希望伊将即个部分结合着咱的民俗，并做是伊未来生活的教育的一项。地方一步一脚印，豆豆咧摄照，用阿娘的话唱出土地声哨。文化局毋忘未来，嘛通甲遮写作经验分享去各地头。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